来囡仔开始来注预防针咯。今仔日伫嘉义县的南新国小，替6岁到11岁囡仔注莫德纳。为着要安搭着学童紧张的情绪，特别开放，予家长会当来陪伴。另外，伫新北市这边，市长侯友宜是到永和的顶溪国小来看学童注预防针的状况。 注射咯，国小学生比手予医护人员来自莫德纳，不管是查某囡仔、查甫囡仔，大拢真在。嘉义县南新国小开放头一波6岁到11岁囡仔来注预防针，特别予家长会当来到学校陪伴囡仔。只有少部分的学生出现晕症的状况，也我们立刻过去评估之后，也有得到缓解。这样。同一天，新北市永和顶溪国小嘛来替囡仔注预防针。像蚊子叮的。 哦，你看没有了啊。老师把囡仔揽调咧，安搭因的心情。第一提出同意接受注预防针的囡仔，差不多200人。我们这次收的比例大概接近30%。那大概因为像今天我们从学校大概有700，快将近800个孩子。那大概首波今天跟下一波要打的大概将近200人左右。今麦新北221间国小超过20万人囡仔，市府请21间医疗院所来到学校注射。若过来出现一个无满1岁囡仔着重症，这个案例该变怎预防？我们要关心的第一个有没有变成肺炎啊？那婴儿有些时候会造成上呼吸道的一个肿胀，会呼吸困难，所以上下呼吸道都是有可能的。 第二个婴儿呢，你要担心他有没有跑到脑子去造成脑炎，或者跑到心脏造成心肌炎。医师黄宪建议，囡仔若是发烧超过48点钟，退烧了后，规身躯若是看起来懒懒啊，或者是出现揪筋、头壳无清楚，都要随送去病院。中医院医师何美香嘛建议，囡仔若是有慢性病，都建议一定爱做。随确诊数一直压悬，囡仔倒着病毒着重症进行，拢真受到外界注意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